監製係唔易做嘅，監製電影呢，最開心就係左腦同右腦打得掂交，因為一邊腦要諗天馬行空，另一邊腦呢就要諗睇餸食飯。監製舞台劇呢，最緊要就係演員開心，因為幕打開咗就係佢哋嘅世界。如果演員唔開心，觀眾邊有好戲睇啊？監製演唱會就唔同咯，最開心嘅就係見到感人場面啊！我特登喺新加坡翻嚟睇佢㗎。We came from Sydney just to watch her。好耐冇見佢嘛，想見下佢啦，好似見翻個老朋友咁咯。請關掉手提電話、其他響鬧以及可發光嘅裝置。各位觀眾，陳松伶天涯歌女演唱會現在開始。帶着微笑輕吹，天空裏雲偶遇，難忘是當天你那默然的相聚，心印下微笑的影，天天去回味，迷人是一剎那再回頭，已是沒法追，看着你來來去去，仿似彩雲散聚。才可，那日才去，再共你相遇。要是以後有緣能見你，今天一切都成往事，會是如歌，會是如詩。呢張 run down 咧，其實已經躲幾個月㗎啦。咁啊，我啦、導演啊 Garrick 啦，同埋啊蟲蟲三個咧，就各自根據自己嘅心水咧，就每人都揀咗幾廿隻，剔除咗啲 overlap 嘅咧，再由90幾隻精選去到48隻。咁啊，我覺得我好滿意張 run down 嘅，因為咧佢有3個部分啦。第一個部分就係由出道到認識，今日唱翻啲豆芽夢啊、印象啊啲舊歌啦。誰令我當晚舉止失常，難自禁望光你能見諒，但覺十分緊張，皆因跟你遇上。誰令我突然充滿幻想？而彎彎照九州，一冚唪唔唱唔得㗎啦。月兒彎彎照九州，生於水上人更自由，不是夫人走欲走。生計貧苦，心中富有。咁然後第2 part 咧就係影響與改變嚇，我哋個定係咁樣嘅。咁於是咧就有佢嘅兒歌啦。天空海闊任鳥飛，小小天地跳飛機，大眾一齊唱首歌，開開心心真有趣。亦都有一 part 鬼馬校園。蟲蟲，陳松伶。
咁咧就喺睇裏邊聽你唱咧，聽得太投入，所以咧就行咗出嚟。你唔請我坐㗎？好，我斟杯茶俾你先嚇。唔使 OK。坐，好，唔好做啲咁激嘅嘢。係。咁點解我會咧揾阿蟲蟲翻嚟唱歌咧？就係一個好簡單嘅原因啫。以阿陳松伶嚟計咧嚇，即係咁唱得嘅嚟計。如果你話將佢嘅才華埋沒喺北京嘅風沙之中，咁樣咪一件好可惜嘅事啊！我話佢唱得咧，就唔係賣花讚花香嘅。我同阿蟲蟲都識咗好耐啦，但係我第一次同佢見面咧，就係佢10零歲嘅時候。咁我去佢學校度咧，就傾佢拍電影。10零歲咁喺我面前啊，仲着住校服喺個課室同佢傾。鬼馬校園係我同佢合作嘅第一部電影，亦都係佢踏入電影圈嘅第一個作品。咁我哋咧就即刻咧就等阿蟲蟲咧，即刻同我哋演埋鬼馬校園呢一場嘅呢個歌舞嘅下半段。你咪唔知聽舞啊？呢個點算啊？我就係練住後面嗰 part 啊！唱呢個先，在旋轉似迷糊但自圓，地球在轉快如閃電，月球在轉，歡欣隨着飄進心空發展，盡情地跳，興奮每一分秒，用微笑向人閃耀，自由地轉，好比跳出天際，像隻小小的鳥。這初吻為你獻上就如贈品，因跟你相遇就是緣分。跟住第3 part 啦，就係情人與知己，唱嘅歌都係啲電視劇嘅主題曲啦，好多情歌啦。好似我先能真細細亦難被替代，痴這份情似比深海，情意花多，愛心擦亮點尖，陪着你情意流情永在。一步一驚心，監製唔易做啊！我冇諗過蟲蟲請啲觀眾上嚟同佢一齊唱歌咯，個觀眾都識得唱佢啲歌嘅喎，唱得好好嘅，跳埋舞嘅喎。咁即係話其實啲觀眾其實好熟佢啲歌，又好錫佢，而且個都好有表演欲。咁啊，跟住咧大件事啦，再嚟一個咧，又係嘉賓請上台。呢個嘉賓唔係嘢少啊，等陣同你講。这一份情永远难了，愿来生还能再度拥抱。爱一个人，如何厮守到老？怎样面对一切，我不知道。回忆过去，痛苦的相思忘不了，为何你还来拨动我心跳？爱你怎么
點啊？做完咯多謝你高生。喎，感覺如何？我終於有一個咁大型嘅fans gathering，同所有支持我嘅人一齊有個大聚會。係非常呢個場地應該係好啱呢件事啦。非常之啱，因為我細個就喺度表演，我好有歸屬感。好啊，兩晚落嚟，你有咩最大嘅感受？支持我嘅人俾我好大嘅愛，俾我好大嘅歸屬感。我覺得翻到嚟屋企有佢哋喺度，我唔會覺得好孤單。我可以話俾你聽啦，我嘅感受都好大，因為由我第一日揾你拍電影，你仲係10零歲，到你而家今日已經係結咗婚嚇，係人太太喺北京，我又揾你翻嚟，你又肯翻，咁啊同大家開咗呢個演唱會。我覺得你大個咗啦，你真係好有自己睇法，亦都好有自己嘅立足點。咁我好希望你呢2晚之後咧，你記住一樣嘢，即係香港其實真係有好多人係仲係好錫你，佢哋不單止係你過去嘅作品係佢哋嘅集體回憶，但更加重要嘅係佢哋錫你，即係佢哋係中意你嘅性格，中意你嗰種咁率直，愛你呢個性格，然後愛你嘅作品，包括你嘅唱、你嘅跳、你嘅演。有機會再翻嚟。多謝你高生。跟住落嚟係播映特首大辯論，請繼續欣賞。